各位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立法會議員陳祖光，喺呢度非常榮幸向大家作一個簡短嘅分享。首先，讓我祝大家新春愉快、身體健康、家庭幸福。喺呢個充滿希望嘅農曆新年，我衷心感謝大家過去對我嘅支持，令我嘅工作能順利推展。新一年，我會繼續聚焦於中華文化推廣及社區發展嘅工作。我會全力推動北都會嘅發展，加強基層同埋長者嘅支援，同時聆聽市民嘅聲音，務求讓我哋嘅社區更加和諧宜居，與大家攜手共建更美好嘅未來。今年係馬年，馬代表住活力、進取同埋堅韌不拔嘅精神。我希望我哋每一位市民都像駿馬一樣，喺新一年展現鬥志，奔向目標，迎接更好嘅生活。喺呢度，我再次祝願大家馬到功成，心想事成，一切順順利利。多謝各位支持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！